开网站，一堆标榜豪华版、越狱版的追剧神器，只要一台机上盒就可以免费影音看到饱。不过当心，这些销售行为都已经触法。立法院16号3读通过著作权修法，不管是制造、输入还是销售这些追剧神器，通通都是侵害著作权。除了要负担民事损害赔偿，最高可处2年以下徒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。除了制造、输入、贩卖追剧神器都属违法，甚至是协助透过机上盒下载非法影音程式或提供预设路径，也同样违法。而明知销售之机上盒可提供民众连结侵权内容，仍继续贩售，未来也同样会被开罚。根据台湾 OTT 线上影视产业协会估算，随着盗版影音猖獗，这些非法机上盒在1毛未付、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，已经让台湾影视产业1年损失高达280亿。因此，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购买这些来路不明以及标榜免费频道的机上盒，避免冒着随时被查获而断讯的风险，也保障自身权益。中嘉新闻综合报道。